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个蒙主的恩典，搁经过一个礼拜，伫这礼拜当中，仍然蒙主的看顾甲保守，供给咱生活平民一切所需用的，得到伊的供给帮赞。伫咱心灵当中有忧愁，有烦恼。有挂虑这代志，心内无平安，神的灵踮伫咱的内面，安慰咱、帮助咱，互咱灵内面有力量。感谢主的恩典。咱知影，现在这个疫情仍然真严峻，但是咱属主的人，咱将这代志交托给主，求主来带领咱、引带咱、帮助咱。咱相信神无离开咱，一直甲咱同行，一直到落尾。感谢主的恩典。咱借着神的话语，伫这个所在彼此来勉励，借着圣经当中的一件人物，因的教训，通来互咱。伫这个末世时节黑暗的世代，来，互咱生活顶面一个指南，学习了属灵的功课，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来祈祷，来敬拜，求你甲阮同在。阮知影现在的疫情仍然真严峻。但是，阮知影上帝无离开阮，时刻要甲阮同在，到落尾。亲爱的天父，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你的时阵，恳求你的圣灵伫阮的内面来做安慰、感动的工作。借着你宝贝的话语，互阮心灵内面成做阮的属灵的粮食。加添阮的气力，来继续奔跑水面的道路。虽然阮毋知影明仔日是毋是还会出日，明仔日是毋是还佫是落雨天，还是会暴风雨临到，阮拢毋知。但是阮知影的，阮所知影的，咱是上帝的手来牵阮的手，来行水面的道路，因为神无离开阮，感谢你。所以，阮今仔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人民蒙恩惠，来做随时的帮赞。上帝啊，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的力量，也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赞。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与救主同行，在主福音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
各位的兄弟姊妹，咱现在活伫这个真不平凡的时代，咱常常听见一个俗语啊，咧讲啊，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心哦，叫古早人哦，无常啊，愈来愈复杂，愈来愈败坏啊。世风就是世界的风俗习惯啊，一日比一日落去啊，风气无好。所以现在的社会呢，啊，咱若活愈久啊，伫这个世间愈久，咱愈了解现在的社会是世风日下。社会的风气吼，就是愈来愈无好势。现代的社会当中啊，咱愈来愈发现到真侪在弊端啊。什么弊端？就是毋对的代志啊，错误的代志，甲罪恶的代志，也有一寡无公义、无正义的代志哦，常常咧发生。但是咱若是想讲，过去的一家人啊，提倡一个好的品德。什么好的品德呢？啊，在好的品德啊，就是对咱家己、对社会有帮助的啊，应该着怎样呢？着传承落去，就是继续传落去。亲像什么呢？正义感，咱应该着继续传落去啊。亲像公德心啊，亲像孝顺父母。亲像单纯的心灵，亲像勤俭做工啊，勤佮俭，俭就是节省哈啊，亲像正直哈啊，这个善良啊，也佮有良心啊，诚信就是诚实，有信用啊，就有听心啊，和平。信实、节制、温足、责任心啊，有爱幼敬老，就是爱怀细汉青少年人，着尊敬老年人啊，做一个有忠心的人，有真侪种好的代志吼，咱应该着传承落继续落去啊，因为现在人的教育。现代人的教育啊，是头脑啊愈来愈大啊，但是心愈来愈小啊。因为将一切世界的知识吼，你灌输伫咱的头脑内面，头壳大了，但是心愈败坏啊。知识多了，但是听心、爱心少了，这就是现代的情形。所以今仔日。咱要讲一个题目，是让正义扩展落去，让正义感啊扩展落去，还是让这个正义啊延续落去？因为这个正义啊，伫这个社会顶面啊，非常的重要。咱今仔日要接到一个先知，叫做阿摩斯。这个阿摩斯写一本册《阿摩斯书》，咱要对当中呢。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属灵的功课，神的话非常的宝贝啊！神的话语甲咱讲啊，对今仔日啊时代啊，是人脚前的灯，是路顶的光。咱啊做来思考学习神的话，神的话就诚做。一盏的明灯来照亮咱头前的道路，毋是行伫黑暗当中。所以今仔日，咱来借着神的话语，来伫这个阿摩司书这本册内面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这个阿摩司书是上来写的，就是阿摩斯本人。阿摩斯英文叫做 Amos 啊，有个阿摩斯。伊家己讲啊，伊家己表明说，伊毋是先知啊，伊也毋是先知的囝，也是先知的学生门徒。伊只是一个普通的雇羊人，伊是一个牧人，
各样人啊。但是神有一日啊，的话语吼，神的话语临到伊讲，呼召伊讲，伊说伊要找，要托付伊啊，将神的话语甲一间预言啊，叫伊着带头以色列一个国家百姓人，叫因的领袖。那么这个阿摩斯呢，伊本来是徛伫下面的南方的犹大国啊，一个所在叫做提哥亚的一个农村。这个农村啊，虽然小，离开耶路撒冷啊，大概有20公里左右啊，毋是这个大城市，是普通的。但是上帝要用伊。小所在的人，小人物，但是要叫伊做大代志。伊对历史、甲社会经济啊，有比较较深的认捌啊。伊对文理的工作有写作啊，文学袂歹啊，所以写出一本这个《阿摩司书》。那么伊做人的性格是啥物呢？伊做人的性格啊，伊勇敢。啊，无惊权力，无惊君王叫势力。上帝叫伊讲什么话，伊就讲什么话。虽然会得罪人，伊也是敢讲。所以伊是一个勇敢的人啊，无惊权力来欺负伊，还是对待伊。哈，伊心中正义啊，将迄个正义感啊，安尼发表出来啊，所以有一个正义感。伊责备以色列的百姓、甲君王，叫做高级的人啊，责备因的罪恶啊，来激发在百姓有一个真大的影响力啊。当时的祭司这个亚玛谢就控告伊啊，控告伊啥物呢？伊是伫咧盗庙来背叛国家，讲过伊是要来叛国叛国。伊讲伊说犹太伊说耶和华叫我来讲预言又讲这个咱的国家有真侪罪恶真侪罪恶所以责备讲到伊的国家有一日国王会互人害死。那么国家会灭去，互外国攻入来，将百姓掠去，或财物抢去，这个以色列国就无搁再存在了。当时的社会情形怎样啊？阿摩斯这个先帝大概伊是伫公元前760年到753年。来讲这个预言讲这个预言那么伊就是伫犹太王乌西雅甲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时代约阿斯甲这个亚罗波安二世因两个人是三甲来执政来统治这个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的时阵。那么伊写一本册讲预言就是迄个国家以色列国的，伊是拄着大地震拄着大地震伫2年前大地震以前的2年伊是讲预言。那当时以色列国拄好伫迄个开始要复兴的时阵。就是国家要开始富强的时间，因为经济、因为军事力量都强起来。迄个时四周围的外邦拄好行下坡咧转陆较难所以未来向咧怎样？所以因的国家开始咧兴起来。表面上看，因这个国家好势，但是属灵怎样呢？属灵的生活，叫敬拜神的这项代志呢，却是无好的见证，互神伤心。
所以上帝才呼调这个先知啊，这个先知阿摩斯啊，来讲预言来责备，来讲到上帝责罚要临到因。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时节啊，经济要强起来的时节啊，社会要好起来的时节，但是因对上帝却是真冷淡，因却是啥物啊？假冒伪善，因的敬拜是无真心的，无真心的，因将有一间假的平安啊，外面看起可能平安，其实因内面真无好势。内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因连咱是真苦啊！咱靠经济，咱靠咱的军事，咱靠咱的政治啊。但是呢，内在情况啊，却毋是真好势。上帝无欢喜，所以就呼调这个先知来向因警告、讲预言啊，讲到上帝的灾难、上帝的刑罚、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因啊，所以以色列人啊，到一日啊，会来批外国人入来侵略因将这个因的国家甲攻破，将百姓掠去，财产摕去就是这款的社会情形。那么阿摩斯书啊，有突然一家属灵的家事，阿摩斯先知甲伊所写这个阿摩斯啊，是特别互咱现今这个末世代这基督徒，互咱一个真好的教训，甲非常宝贵的教训，叫学习对这个先知啊，学习伊的榜样。因为当时的国家，迄个以色列国家、北国啊。兴盛起来了，但是伫道德方面、宗教顶面属灵顶面行下坡啊。因怎样无好势呢？家道德败坏啊！因为伊在高级的在政府官员来剥削平民，什么叫做剥削呢？咱讲剥削咱像咧食鸡子，甲你剥开，削是要去皮甲刀削，剥。甲削就是主要要摕内面的迄重要的物件，所以有伫政治层面来讲咧剥削百姓就是在有权有势的人将迄艰苦人已经压境了，然后佫剥削因的所存落来的物件，就甲你剥佫甲伊削，就是好的归家己咯。所以当时的政治是剥削百姓平民抑佫有迄官员互人买卖使数用钱塞钱落去做bribing， 意思就是来用钱来买因的利益来压制怀艰苦的人。第三方面就是因伫宗教顶面、伫信仰顶面只是外表呢无内面的真实感。因迷信，在人敬拜偶像，将迄牛金甲做一只牛，叫百姓去敬拜，将伊当作神来敬拜。所以一个当时这个异教偶像的风气真重，先知甲当时这是毋是服侍神的，乃是服侍偶像的，所以因是道德顶面的败坏。那么这个阿摩斯书互咱学习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有几项。头一项，伊真谦卑。咱现在传道人应该要学习谦卑，信徒要学习谦卑。圣经讲阿摩斯讲当时的祭司讲伊讲我毋是先知，伫先知当时是一个真悬的地位因为代表神来讲话
来责备，甚至君王百姓，跩高级的人加责备。所以伊讲我毋是先知，也毋是先知的门徒，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雇羊人、牧人又阁是修理生菜手的就是一款有法通食的一款的家子咧修理跩树木的。所以伊真谦卑，伊无夸口，伊熟悉的跩荣耀。伊本人也无跩熟悉的荣耀，能值得伊夸口。那伊呢也无隐瞒伊真卑微的身份。虽然伊出身卑微，但是伊无隐瞒，伊照讲。有的人毋敢讲伊的身份是怎样伊虽然明白了上帝托付予伊的异象所以伊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但是伊无夸口，伊真谦卑。第二项，伊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耶和华选召我，伊讲耶和华选召我，互我无要跟底跩羊群对我讲，你去向我的百姓以色列人讲预言，所以伊就顺服，伊就照讲神的信息，伊绝对袂为了咱就食头路，为着生活才来做这款的传道的工作，做这个先知的工作。有的人是将这个传道当做一款的职业要借着这个来趁钱，无可能伊毋是为着要糊口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伊必须就受到神的呼召来传讲神的信息第三点呢，伊传的信息毋是出于家己，也毋是讲怀无影的话。所以阿摩司书内面伊有40几摆讲到耶和华安尼讲，如此讲；有15摆讲说主耶和华安尼讲。所以伊所传讲的信息毋是出于家己，乃是出于上帝吩咐伊、交代伊讲的话。所以伊讲的话就向上帝负责任无亲像现代人假传道、假先知传异端讲无影话，改错经将圣经无讲的伊也乱讲，这就是无负责任过来第4点，伊是直言不讳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该讲伊就讲，无应该讲伊就毋讲伊无惊得罪祭司，无惊得罪当时的王亚罗波安二世神要叫伊讲什么，伊就说什么所以对于这款的表现叫做什么呢？俗语讲叫做富贵而不淫这个威武而不屈，意思就是我伫权势的下面，我无惊得罪，我应该讲我就讲，无应该讲我就毋讲，因为神叫我讲我就讲。有人要压迫我，要来欺负我，要来叫我毋通讲，但是伊无听因的话，正亲像圣经安尼讲伫新约的时阵讲得罪要听从人，毋听从神，应该毋应该意思就是听从神无应，毋听从人是应该。所以伊的意思就是神叫我讲什么，神叫我做什么，我就照做。人对我的压迫，我无惊，因为上帝甲我同在，我是徛伫正义这一边，正义感这一边的。所以感谢上帝，这是今仔日咱应该学习功课，亲像阿摩司先知这款的勇敢做人无拍马屁
无奉承人伊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伊无妥协，无顺从，伊的有言是对敌人也是安尼讲，对伊家己的百姓也是安尼讲对伊的国王也是安尼讲，对伊的同事也是安尼讲伊是正直的人伊的正直引起了伊的同事的一个反感甲生气，特别是在宗教人物祭祀因为当时的人去敬拜偶像，敬拜用金做的这个偶像金牛全国就去拜这个偶像，但是因为伊的责备讲安尼是毋对，引起了有的人煞踮厝内敬拜真神，无过再去敬拜怀偶像，煞引起遮祭司假祭司会生气因为钱减趁咯，少收入咯，所以就怨妒咯，就生气咯，就来到国王的面头前来诬告伊随便讲伊的毋对话。伊说这个先知伊这个先知伊讲说伊是要叛国要反叛，这个阿摩斯是要反叛国王你伊讲伊讲这个阿摩斯讲的一切话对国家会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安尼讲，伊说罗波安的确被刀来杀死，以色列国一定互人掠去离开了伊的本队要将这个以色列来毁灭。所以伊这个人是讲真话。过来伊为着迄敬人来讲话。上帝本来是要用本来是要用风虫来降这个灾难灾厄落来，但是伊来到神的面头前，祈祷求上帝免去了这灾，因为伊讲伊的百姓真懒真弱承受袂牢徛袂牢所以求上帝怜悯毋能将这个灾来降临头在百姓，所以呢，上帝就停止无降这灾厄予因。所以伊有一个怜悯的心，怜悯在贫苦人的心。过来，伊真会晓祈祷应该祈祷的伊就祈祷无应该祈祷的伊就听候上帝默默的仰望上帝的怜悯所以伊也是一个会晓祈祷的人。过来呢伊无惊别人的控告，伊无惊别人的控告。当时伊的同事其实袂做咧个同事，伊虽然是祭司也是照理应该是这个祭司就服侍上帝，但是这个祭司阿玛夏祭司却是做这个金牛的这个偶像的祭司所以伊就限制但是呢伊互这个假的祭司来诬告伊，所以伊无惊因无惊因，反正因为伊讲的话毋是家己，乃是上帝的话所以伊是这个顺服神无顺服人的这个祭司所以对于这几点内面来看，伊是一个值得咱今仔日传道人叫信徒学习的一个功课那么今仔日呢，咱会对这以色列这个国家叫先知对因的讲的话语言到责备互咱看出这个以色列国当时是处伫什么情形呢？是一个国家开始要强盛的时节咯，各项经济咯、军事咯，这个政治咯，看起来是行兴旺的时期伫迄个兴旺的时期但是因内心
甲真理顶面对待上帝顶面啊，却是行下坡。因为啊，这个人啊行下坡的时阵吼，伊当一个人因犯罪的时阵啊，因就无仰望上帝，因的生活就败坏了，就犯罪了。当一个人离开了上帝的时阵啊，虽然外表看，敢咱赚啊真侪钱啊，有真侪物质上的享受啊，但是呢内心无平安啊，离开神啊，真紧啊就互火烧去了，真紧就互蝗虫食去了。上帝又讲到蝗虫要来火要烧，为什么呢？因为离开神啊，所以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阵啊，就无行伫正道顶面咯。虽然有在物质的享受，但是呢，将来一日啊，因亲像火要来在烧无去，要亲像这个蝗虫啊，将因的财产啊，就在绿色的树叶、叫栽的在农作物啊，要甲食了了去。咱亲像新约的这个农子摕了因老爸领了在财产了后，就出去伫遮啉跋铁交怀无好的同伴做一个，无偌久圣经说讲已经空无半项了，伊就变形起来了。所以咱看以色列人因离开神的时阵啊，虽然现在兴旺起来，军事、政治、经济好起来，但是因的内心啊，因的道德啊，却败坏去了。这个败坏啊，就将因啊引起到什么呢？空无半项。所以到公元前722年，这个国家就无去了，物件通抢去了，人去了掠去了，掠去外国了。这个人离开了上帝，就是这款的情形啊。所以这个是互咱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啊。所以这个国王啊，当时的国王到先知的祭司咯，当时败坏的时阵，但是阿摩斯这个人啊，仍然遵守了神的律法甲神的命令，而且咧照上帝所吩咐的，传扬神的道，传扬神的话语。所以伊虽然啊，互人怨妒，所以伊安尼忠心啊，虽然互迄祭司来控告伊，伊是要造反。但是，伊坚守神的真理、真道，无惊人的受气，无惊人的怨妒，伊为着百姓来祈祷，为着贫苦人来讲话，所以这个阿摩斯啊，无论是信仰顶面，对神的真心，对真理的持守顶面啊，或者伫这个生活顶面啊、道德顶面啊，拢有一个好的见证，互咱现代的基督徒、现代的传道人啊，一个真好的榜样。求神帮助咱，互咱啊听了这个信息了后啊，咱以后倒去，搁再来读这本先知书阿摩司书啊，来思考内面的假使，互咱伫今仔日这个世代黑暗末世的世代内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行礼，合神心意忠心的仆人，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做一个有良心的传道人，神的仆人甲信徒，千万毋通去跟底怀异端邪说，因为异端邪说是因带咱行毋对的路，因上帝会生气，也毋通行极端。一个人若行极端伊就行错路，真过行错路，毋通做一个不灵不烈的信徒。上帝叫咱着热心侍奉主，毋通乱看乱妄，叫咱
圣经叫咱着仰望，仰望上帝，仰望上帝，毋通是七看八看。意思是说，毋通去学习怀假、怀毋对的、怀离开正道的怀。这个社会因由太过大、太黑暗，这个人若去青年啊放出去吼，伫这款黑暗社会因由之下，这个人道德真过变歹去。所以咱特别的为着新一代的青年人，或者后生的为因来祈祷，或者青年的传道为因来祈祷啊，好好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仆人，好的仆人的这个榜样，叫咱着仰望耶稣，仰望咱的主。所以希伯来书12章第1节、第2节安尼讲。咱既然有这做的见证人，亲像云彩围着咱，就着放落各款的重担，脱去容易填了咱的罪，来专心忍耐，奔跑排伫咱面头前的道路，仰望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因为伊排伫头前的喜乐，就轻看了在见笑，忍受了12架的苦难，后来就坐伫神宝座顶的正边，宝座的正边，求神帮助咱。多多思想神的话，互咱伫这个末世倒在讨咱的时代，得到亮光，得到信心甲力量。咱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弟兄弟啊，我来到你面头前来祈祷，你的仆人先知。阿摩斯，互阮学习了这属灵的功课，互阮伫正道顶面坚守阮的信仰，持守真理，无受到强的势力压迫来离开正道。求主互阮做一个别人的好榜样，grund得神。仰望神，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有良心的信徒也仆人，求主帮助阮。你的话语，实在互阮看见这个世间也有真侪好的见证人，亲像云彩咧围塞着阮四周围。你叫阮着放下阮的各款的重担。就离开怀真容易来填阮的怀罪恶，叫阮伫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要忍耐，专心忍耐来奔跑排伫阮前面的道路，来仰望阮的耶稣基督，因为伊是阮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耶稣伊排伫头前的喜乐。就是为着世间人来拯救世间人，真侪人因着信靠主来得救蒙恩，有这款的喜乐，伊就忍受了12架的痛苦。阮伫世间虽然也是有真侪忧伤、痛苦、逼迫的代志，但是阮仰望主，加添互阮力量。阮相信有一日，阮要伫天顶伫迄个上帝面头前被称赞、被阿乐，阮感谢你。将来有赏赐，要赐托怀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信徒，阮感谢你。阮将这一切荣耀归乎你。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